歡迎收聽和你看歷史，我係和你哥。呢一條片呢，我會繼續同大家講下猶太人嘅歷史。上集呢，就由黃色樽蓋嘅可樂講起，就講到猶太人嘅逾越節，跟住呢，就再講猶太人點樣立國，之後再分裂成以色列王國同猶大王國，跟住呢，分別俾亞述帝國、巴比倫、波斯帝國同希臘征服咗，然後呢，就輪到羅馬帝國將猶太人驅逐去世界各地。呢一條片咧係下集，我由流散到世界各地嘅猶太人講起。嗱，首先啊，猶太人無論流落去邊度，去中東好，去北非洲好，歐洲好，只要聚翻一班自己人呢，第一件事就係建立會堂。有咗會堂，自然就有宗教崇拜嘅地方啦。然後咧就係教啲細路仔讀經文，讀經文呢，即係識字啦。喺羅馬帝國嘅時代，唔係人人都識字嘅，唔係好多人識字嘅。咁即係咧，猶太人因為要讀經文，所以識字率就相當高啦。唔似得其他族群啦，就靠晒啲教士講解經書咁。猶太人可以自己睇經嘅。咁另外咧，猶太人亦會建立移民互助網絡。中世紀早期，猶太人雖然受到各種嘅迫害啦，但係猶太教同其他宗教大致上啦都相安無事嘅。由於大多數猶太人能讀能寫，咁即係教育水平高啲啦，就可以成為學者、醫生或者生意人啦，得到地方勢力同啲貴族嘅尊重啊。公元800到1200年，可以話猶太文化嘅黃金時代。猶太文化又發展出自己嘅哲學、醫學同曆法，終於去到第三次十字軍東征，情況就出現明顯嘅惡化。然後咧，去到公元1200年，羅馬天主教通過改革，對於異教徒咧開始唔再容忍。去到公元1300年，天主教教士同啲僧侶開始鼓吹話猶太人出賣耶穌，害死耶穌，開始鼓動一般平民仇恨猶太人。嗱，呢個時候已經出現猶太人被排擠啊、被迫害嘅情況啦。英國咧就發生過約克屠殺，殺咗唔少猶太人噶。去到1347到1351年，歐洲爆發史上最嚴重嘅瘟疫黑死病，結果咧搞到歐洲死咗差唔多一半人嘅。有啲歷史資料話死咗30%人，有啲話死60%人，總之死得人多。黑死病咧係鼠疫嘅一種，咁但係當時歐洲人呢就怪罪於猶太人同怪罪穆斯林，就開始迫害咧呢兩個族群啦。當時嘅人係點樣迫害猶太人嘅呢？其中一種講法就話猶太人啊想消滅基督世界，所以喺井水同泉水入邊下毒。當時咧歐洲人流行嘅講法係黑死病死咁多人啦，但係點解猶太人死亡率明顯低好多嘅呢？咁所以一定咧係猶太人喺水中下毒啦。嗱，各位，呢種講法聽落咧好似好有道理喎，咁所以當時好多人咧係信嘅。當時喺依家瑞士同德國，好多猶太人被屈打成招，承認下毒，結果大鑊咯，就引起歐洲廣泛地區暴力迫害猶太人。個事實又係點呢？係猶太人嘅清潔習慣比較好，例如咧猶太人會飯前洗手，處理食物又乾淨啲啦，咁所以面對鼠疫個死亡率咪低啲咯。另外，當時又有一種講法，話猶太人拒絕承認耶穌，激嬲咗上帝，所以上帝咧就降瘟疫俾人類，所以一切責任全在猶太人。結果咧，1348年到1351年3年之間，歐洲發生幾百宗社區屠殺，好多猶太人無辜慘死。其中一單係著名嘅斯特拉斯堡大屠殺。呢次屠殺咧又稱為情人節大屠殺。1349年2月14號情人節啦，喺依家法國嘅斯特拉斯堡地方，神聖羅馬帝國一日之內殺咗最少2000名猶太人。而黑色幽默嘅地方係，當時斯特拉斯堡根本都冇爆發黑死病。當時教宗曾經發佈詔書，叫啲天主教徒唔好屠殺猶太人，但係嗰啲教徒咧，連教宗都冇面俾，一樣照殺。總之咧，一切理性聲音全部被淹沒。遲啲咧，和你看歷史計劃專門出一條片，就講黑死病歷史嘅。如果大家覺得有興趣咧，請你留言講聲俾我聽。嗱，好啦，咁黑死病之後咧，好多猶太人就遷移咗去波蘭一帶啦。咁當時咧喺波蘭相對就安全喎。不過咧，好景不常，去到1492年，即係大約咧明朝第9個皇帝明孝宗嘅時代咧，就發生咗亞罕布拉詔令。
西班牙嘅國王下令所有猶太人必須改信天主教，否則咧全部被驅逐。後來咧又再改口，話改信天主教都唔可靠嘅，都係一律趕走啦，穩陣啲。於是咧20萬猶太人佢哋嘅財產被沒收，然後被驅逐。有啲猶太人以為改信咗天主教咁多年啦，應該都冇問題啦，結果都唔得，俾人發現咗，一樣要審判啊！總之改變信仰都改唔到你嘅身份。嗱，我前面講過啦，有啲猶太人咧去咗波蘭一帶啦，當時相對安全啲啦。終於去到1648年啦，當時烏克蘭嘅農民同啲軍隊就起義，反抗波蘭統治。起義嘅人咧係烏克蘭嘅哥薩克人。呢班哥薩克人咧大量屠殺波蘭人，連同波蘭人比較友好嘅猶太人一樣殺埋，結果又殺咗10幾萬猶太人。不過呢度咧，我又岔開講一句，後來蘇聯時期啦，列寧同史太林話哥薩克人反革命，1919年將哥薩克人滅族。去到1880年開始，東歐一帶，特別係俄羅斯、烏克蘭同白俄一帶咧，出現一種叫 program 嘅迫害行動。政府咧就暗中鼓勵，加上群眾自發殺害同搶掠猶太人，可以話係現代反猶太主義正式開始啦。program 呢個字咧，依家就變成種族迫害嘅代名詞。於是咧，猶太人開始又逃亡啦，逃去邊呢？逃去英國、法國，跟住有啲人咧去咗美國。今時今日，猶太人喺美國擁有非常巨大嘅影響力，就係由嗰陣時開始啦。嗱，之後1894年啦，法國又發生德雷福斯事件，猶太人咧就被指向德國泄露軍事機密。法國咧又出現一輪反猶太行動，猶太人終於咧出現一種新嘅諗法啦，就係咧繼續咁樣離散世界各地唔係辦法嘅，佢哋咧需要建立翻一個國家，需要有自己嘅地頭，唔可以咧不停咁被驅逐嘅。呢個時候咧出現咗一位猶太嘅思想家西奧多克茲爾，佢就提出咧猶太復國主義。嗱，我前邊就講過啦，1894年咧，法國發生德雷福斯事件啊，法國反猶太運動當時牽上高峰啊。當時咧，克茲爾係一位記者，佢深受事件影響。1896年啊，即係德雷福斯事件之後嘅2年咧，佢咧就出版咗一本書，書名叫做《猶太國》。從此咧，佢四出宣揚猶太復國。佢嘅理念咧，後來被稱為錫安主義。1年之後，1897年啦，克茲爾喺瑞士召開咗第一次歷史性嘅錫安主義大會。錫安其實係咩呢？係耶路撒冷一個古老嘅地名，係象徵回到祖先土地嘅意思。當日咧，克茲爾喺瑞士就講啦，話50年內世界一定會見到猶太立國嘅。結果係點呢？佢講嘅嘢未能成真。咁你可能話啦，喂，和你哥唔係，猶太終於復國啊，唔係咩？大家聽真啲先啦。51年之後，克茲爾嘅說話先至成真，即係50年內做唔到。第一次錫安主義大會之後，猶太復國並唔係主流想法嚟噶。好多猶太人咧喺世界各地有事業有家庭，都唔想移民翻中東啊。咁終於幾年後啦，有啲猶太人咧返回巴勒斯坦地區，就買地啊同建立社區咁，出現咧所謂小型嘅移民潮啊。咁終於去到1917年呢，局面出現第一次嘅突破。1917年，英國發表貝爾福宣言，就支持猶太人建立自己國家。1918年，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啦，巴勒斯坦成為英國嘅託管地。呢個時候咧，猶太人睇到英國原則上支持佢哋復國，依家咧又係巴勒斯坦地區嘅話事人，於是咧大量猶太人移民啊翻巴勒斯坦啦。原本喺巴勒斯坦住嘅阿拉伯人啊，當然唔妥啦。於是點呢？咪暴動同武裝衝突咯。終於影響現代猶太人命運最重要嘅人物出現啦。呢個人係希特拉。1933年，希特拉同納粹黨興起，好快已經開始迫害猶太人。有一批喺德國嘅猶太人就比較醒目啲，快速逃咗去美國同蘇聯，亦有啲人呢就翻咗巴勒斯坦。但係咧冇走嗰啲咧就陰功咯。我睇過唔少書籍同大量紀錄片，內容係講述呢一段歷史嘅。我自問咧唔係一個情緒容易波動嘅人啊，但係我睇到嗰啲殺害猶太人嘅紀錄片，我個心都睇到好唔舒服嘅。
總之簡單一句，1941年到1945年4年之間，600萬猶太人被殺害。其中1942年希特拉更加通過最終解決方案，即係點呢？即係點樣最終解決呢？即係滅絕猶太人。當時咧幾乎整個歐洲都俾德國佔領咗㗎，所以德國之外，波蘭同法國嘅猶太人呢都大量被殺害。單單喺波蘭就有300萬猶太人被送入毒氣室。其中喺奧斯威辛集中營就死咗100萬人啦。我睇過啲紀錄片嘅，真係睇到心寒啊！嗱，我前邊就講過啦，希特拉迫害猶太人初期咧，有一大班人就好聰明，及時咧就逃咗去美國同逃咗去蘇聯。到第2次世界大戰啦，呢班猶太人唔少啊，加入咗盟軍，參與打希特拉同納粹黨。仲有另外一班人咧就翻咗巴勒斯坦。當時英國咧係巴勒斯坦嘅話事人啊，喺巴勒斯坦都有3萬名猶太人啊，組成志願軍，咁即係猶太旅，一於咧同希特拉死過。咁當時蘇聯嘅紅軍40%人呢係猶太人嚟嘅，反法西斯勝利，猶太人呢係有功勞嘅。終於戰後盟軍進入集中營，睇到好多真相。喺紐倫堡大審判之中，猶太人嘅慘況呢真係震撼世界。於是令到西方國家嘅國民呢對猶太人出現前所未有嘅同情，同埋前所未有嘅道德責任。好多國家咧開始諗，猶太人係唔係應該有自己嘅國家呢？除咗同情之外咧，其實仲有幾點係現實考慮嚟嘅。戰後歐洲出現大量猶太難民啦，好多人呢親人死咗，乜嘢都冇晒嘅，咁點好呢？當時英國、美國、法國都唔願接收佢哋嘅，美國就好醒目啦，一早接收晒嗰啲科學家、學術精英咁，其他猶太人佢就唔想接收。仲有歐洲國家戰後自己都周身唔掂，戰後重建個頭都大晒。更重要嘅係冇人敢擔保歐洲國家嘅國民啊，遲啲會唔會慢慢又好似以前咁又再反猶太人㗎？如果真係咁，咪麻煩。諗下，不如支持猶太人復國，反而係上着啦。嗱，前邊講過啦，英國喺一戰之後咧接管咗巴勒斯坦，做咗話事人啦，然後原則上支持猶太人建立自己家園嘅。之後巴勒斯坦嘅阿拉伯人同啲猶太人就不斷爆發武裝衝突，英國睇到自己根本都管唔掂啊，於是一於咧將個問題交俾聯合國，就叫聯合國投票。投票結果咧，美國、蘇聯同多數西方國家支持猶太人建國，阿拉伯國家反對。聯合國咧就決議將巴勒斯坦分為2個部分，其中一個部分包括埋耶路撒冷市就歸翻俾猶太人。終於啦，1948年5月14號，猶太人宣布復國，建立以色列國。阿拉伯國家堅決反對，結果點呢？以色列立國第二日啫，埃及、約旦、敘利亞、伊拉克、黎巴嫩就同以色列開戰啦，仲話要消滅以色列添。弊啦，一講到呢句咧，大家就冇彎轉啦。當時以色列人口得個65萬啫，武器亦唔足夠嘅。相反呢，阿拉伯聯軍似乎人強馬壯，表面上冇得打嘅。起初咧，以色列真係快速處於劣勢嘅。嗱，不過之後咧，以色列好快企穩，仲反攻添。終於1949年戰爭停火，結果係點呢？以色列控制嘅地方比聯合國分配嘅面積仲要大咗。今次咧，輪到以色列有啲心紅啦，佢哋咧就諗到，原來戰爭可以咁嘅。嗱，各位大家有冇諗過一個因果問題呢？係咁嘅，因為納粹大屠殺啦，西方國家覺得對猶太人有道德責任啊，開始支持猶太立國啦。二戰期間，140萬猶太人加入盟軍，巴勒斯坦地區都有3萬人加入志願軍。原本戰爭嘅經驗咧，猶太人以前一直都冇嘅，依家有啦。反而咧，2次大戰阿拉伯國家就冇乜介入嘅，所以上到戰場咧，雙方戰意其實差距好大嘅。以色列猶太人生死存亡嘅感覺比阿拉伯聯軍強烈 N 咁多倍。呢次戰爭之後咧，就輪到出現70萬巴勒斯坦難民啦。呢個問題咧，到依家仲未得到解決嘅。之後1956年出現第2次中東戰爭，1967年第3次中東戰爭，1973年贖罪日戰爭。
1982年第五次中東戰爭，2006年以黎戰爭，以色列同黎巴嫩真主黨打。之後咧，仲有大大小小軍事衝突同啲小型戰爭。總之一句講晒，沒完沒了。以色列同阿拉伯國家嘅關係咧越搞越複雜，彼此咧又無法消滅對方，和平相處咩？雙方都唔肯。去到2026年啦，就出現美以伊戰爭。相信呢場仗之後唔使幾耐，又會出現另一次類似嘅戰爭啦。OK， 咁呢條片之後咧，猶太人嘅歷史我就會先停一停嘅。嗱，不過咁呢個系列咧未完噶。我咧會先講下其他歷史課題先，咁之後咧再同大家講下猶太人喺全世界有幾大嘅影響力。我哋成日食麥當勞啊，同飲嘅可樂咧，入邊都有好多猶太人嘅故事嘅。請大家咧就留意下遲啲嘅第3集。最後請大家記得訂閱、點讚、留言、分享，記得咧撳埋訂閱旁邊嘅鐘仔，咁樣咧我哋一有新片就可以通知到你啦。咁仲有請大家俾多啲意見我，例如咧你覺得和你看歷史嘅長度啊、內容啊同表達方式有乜嘢需要改進嘅，又或者啦有咩歷史嘅題目大家想聽嘅咧，請大家講聲俾我聽，留言俾我啦。如果有廣告嘅話，請大家多多支持啊！拜拜。